台语的句字音声调练习。三脚猫笑一目狗，翘脚捻喙鬚。神明若有啥，爱替我做主。要安怎做？我心内有谱。迄个人做代志死傻死傻，看着足袂惯势。明明是你毋对，阁要死正。锁仔爱拍死角，才袂入去。你就是伤好命，才会食米毋知影米价。你莫甲迄个有红的伫遐得米高想。人若食老，就耳空动。耳空轻的人，会定定互人煽动。伊凊彩阮两个啊，就准拄煞。伊无张持去屈着贼。阿母去肉店买猪肉，伊生做真肉感。我叫是伊是肉骹，结果伊上赢。至亲无绝情。听讲即款药仔会当通血路，毋知有影无？因阿姊仔会当来上班，是惊后尾门入来的。即间巷口已经有100吨啊！这300箍，互你做行路工。伊人无爽快，行路会贫。食3年斋，就想要上西天。西北雨落袂过田花。讲无2句话，伊就甲我猫落去啊！伊迄个人串讲都无好话。伊坐了仙啊，伫遐春云。伊坐了仙啊，伫遐春云。你莫不时甲恁老母伸长手，会伸骹袂出手。你真正有够假咯，连即款工课都袂晓做。这台车大人都骑袂行，何况是一个囡仔。伊听到消息，即时就赶转去啊！伊真敖真软，2包煎甲足水的。骨力食力，冰断吞烂。若要买啥，你就吩咐我。恁莫搁伫遐吵架闹架。我要提出告诉。买房车是12点，爱较紧的。迄颗屁塌仔上咬分家龟，莫插伊。破病的人，阁毋知要起喙，你实在真害。毋通忤逆是大人。伊做代志骹手真溜叻。
伊即个人就是戆直，袂晓看人的目色扮笑面。头家袂记得找钱互伊。无把握的代志毋通做。你要啉咖啡，也是要啉茶。员工受害，走去找头家抗议。我要报练去公园佚佗，你要斗阵来去无？这款代志求神问卜嘛无效。伊伫溪仔墘底脱衫。